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一般的人对着死亡拢有惊吓，所以伫咧讲话的时阵，死是一个欠算，是一个禁忌。为着避免直接讲着死，咱有真侪婉转的表达，比如讲，伊走啊，伊离开啊，伊过往啊，伊过身啊，伊往生啊。伊倒去啊，伊归天啊，当然嘛有人真恶意讲他挂了，还是讲他翘辫子了。我伫圣经中间，咧描写死有一个真水的用词，就是讲伊困去啊。当亲爱的人若死离开咱，咱的确会感觉心会忧伤，咱难免伫咱的心内嘛会问：伊去倒落，咱是毋是将来还阁有机会会通甲伊搁再相见？当保罗先生到伫帖撒罗尼迦城传福音，教导当地的信徒讲耶稣基督会搁再来即款的信息，引起这信徒对着过往的亲人一寡疑问：这过往的亲人，因是毋是一直敢若困伫梦内底？当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这个人已经死去的人，是毋是通甲耶稣基督同齐进入荣耀国度？咱今仔日金融长老为咱所读这段经文，拄拄是保罗先生为着要回答这个疑问所讲的话。那首先，保罗称遐死去的人叫做困去的人，用困来描写死。这伫圣经中间常常出现，包括咱的主耶稣基督嘛用这款的讲法。当列撒罗死的时阵，耶稣对学生讲：“咱的朋友列撒罗死啊，我要将伊叫清醒，我要去甲伊叫真神。”就某一方面来讲，将死亡比喻成做困，这是合宜，因为咱历史的时阵。咱真侪活动，到伫暗暝，咱咧困的时阵，咱身躯倒病，咱除了喘气以外，咱的身躯敢若暂时拢停止所有的活动，一直到伫咱精神，咱的身躯才搁顶头开始来活动。所以，当一个人死的时阵，伊的身躯就敢若亲像进入一种咧困的状态。所以，咱知即个梦，伫英文叫做 cemetery。伊是对希腊文 koimetoria 来，即句的意思原本就是咧困的所在，梦就是咧困的所在。不过，咱嘛会通感受到死亡甲困眠有真无共款的所在。一个人若困去，咱会通将伊来叫醒，咱会通搁对伊讲话，伊会通回答咱。咱若对伊笑，伊嘛会对咱笑。总是，如果咱所疼的亲人，伊若死去，咱无法度叫醒伊。咱对伊讲话，伊袂甲咱应答；咱对伊笑，伊嘛袂通对咱笑。就是伊的灵魂愿意，伊嘛无法度通过伊的身躯来回应咱对着伊的疼。咱甲伊中间原本有身躯所表达疼的互动，但这个时阵突然间。拢停止，突然间拢断裂，更较互人感受到哀伤的是，咱所疼的亲人，伊的身躯愈来愈冷，愈来愈冰，甚至会发出一寡咱无爱闻到这一味。无论生前因的身躯偌认臃肿，偌认好，但这个时阵也拢开始经历一寡变化，死亡。会带来悲伤。当你疼一个人愈深，你的悲伤也会愈深。我的太太，伊的妹妹，伫今年3月突然间来过往，但即马已经经过半冬。我的太太每一摆笑念伊的妹妹的时阵，就感觉伤心、流目屎，有时阵半暝也咧哭。我相信咱侪
咱的亲人过往的时阵，拢有同款这款的经验。马大、玛利亚这对姊妹，伊的小弟列撒罗死去，所以因感觉非常的悲伤。耶稣因为疼这个家庭，所以嘛去探望因。希望耶稣知，伊会通互列撒罗通搁活，总是也因为列撒罗的死，上时伊体会到人世间中间每一个人拢会拄到死亡这款的悲剧。圣经记载讲，耶稣流目屎。耶稣流目屎，毋仅是为了列撒罗的死来哭，更较是为了每一个人，咱的人生中间，拢得爱面对死亡这个无法度避免的命运来哭。死亡所带来的悲伤，啥物人无经验过啊？啥物人毋知啊？保罗先生知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着已经死去的亲人感觉忧伤，所以伊毋是要劝勉讲，你毋免忧伤，你拢无需要忧伤。总是保罗先生劝勉因讲，你毋通忧伤，亲像遐个无有愿望的人。你会通忧伤，总是你爱有愿望。死亡如果是人生最后的一个终局，无所谓的天堂，无所谓的国活，无所谓的来日搁再相见，只有永远的消失，只有永远的灭绝。那安尼死亡带予人类的，真正是只有哀伤。总是基督徒面对死亡，虽然有哀伤，总是伫哀伤中间有愿望。当这个愿望对打落来，当这个愿望是毋是有教育安慰咱的忧伤？这款的愿望是毋是会通帮助咱赢过着对死亡的惊吓？当将死亡比如真做困，敢是干那身躯在困，也是灵魂也在困？一个人死了后，伊的身躯无搁再活动，伊的灵魂是毋是也共款无搁再活动？耶稣捌讲一个比喻，叫做财主甲列撒罗的比喻。伫这个比喻中间，咱清楚看到一项事：迄个财主甲列撒罗死了后，因的灵魂也搁咧活动。无共款的，是这个财主的灵魂在受苦，若是列撒罗的灵魂安歇伫亚伯拉罕的怀抱。保罗先生伊家己用伊家己亲身的经验，伊安尼讲：说使若即时我死去，我的灵魂会通离开我的身躯，永远甲主相克伫咧。伊讲这是好的无比。保罗先生伊无惊死亡，是因为伊心内有足深的一个愿望。那耶稣甲保罗拢教示咱一项事：死亡是咱的身躯困去。进入到伫无搁再活动的状态，亲像咧困一样，总是咱的灵魂悠然伫活动。身躯若无灵魂是死，所以死亡是一个人的灵魂离开伊的身躯，互身躯亲像困去共款，停止伊的运作。总是伊的灵魂也活着，有一天要倒来到伊的身体。当灵魂甲身躯搁再结合的时阵，这个身躯就要搁再活动。就这点来讲，身躯毋是干那咧困，伊是咧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15章，伊安尼讲：兄弟啊，咱知一项事，就是咱有血气的肉体，袂会承接上帝的国。迄个朽烂的，袂通承接迄个袂朽烂的。如今我将一个奥妙的代志甲恁讲，咱无要拢困。咱是拢要变化，伫一时啊久，目一个年，目期扫角在大的时阵，死人要搁活，要变成做袂朽烂的，咱也拢要变化。保罗先生要强调的讲事，咱毋是拢要困，咱是要得到变化。迄个通互咱面对死亡，所咱死亡伫死亡的忧伤中间。总是伫忧伤中间，悠然会通有愿望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应允的国活。事实上，伫旧约圣经中间已经足侪经文咧讲到国活，甚至以西结安尼宣告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我的百姓啊，看，我也要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
我要带恁入以色列地。先知以赛亚也讲：你的死人要搁活，我这的新尸要搁起来。倒伫尘埃的啊，恁着精神起来唱歌，因为你的露水要亲像菜色顶满的露水，地也要交出阴魂。若是诗人，佮用较水的望上帝，安尼祈祷讲：论到伫我要伫伊的中间，通看起你的面。当我困精神的时阵，我看到你的面，我就心满意足。以色列人相信，伫这个世界末日的时阵，有一届集体会搁活，然后有一届最后的审判。所以当耶稣对着马大讲：你的兄弟的确要搁活。马大甲伊回答讲：我知，伫末日搁活时，我的兄弟耶撒罗会搁活。这句话所反映出来，就是马大伊有接受以色列人因传统这种搁活的信仰。总是耶稣对伊回答无满意，耶稣进一步对马大安尼讲：搁活在伫我，活命在伫我。信我的人虽望是死，也顾要活。既然我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但你信这个吗？马大讲：主啊，是啦，我已经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囝，是来入这个世间的。基督徒所仰望的搁活，毋是一般的搁活，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搁活。一般的搁活，你就是搁活，也着爱面对审判，上时阁有第二届的死。总是人若伫耶稣基督内面搁活，伊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进入到着上帝为着伊备办的国度。拄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对死搁活，也已经相信伫耶稣基督内面来死的人，也要伫耶稣基督内面搁活。所以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15章20安尼讲：因为亲像咱伫亚当内面，众人拢会死，也亲像是安尼，咱若伫基督内面，咱拢要得到搁活。伊劝勉帖撒罗尼迦遮的信徒讲：恁虽然为着已经死去的亲人感觉忧伤，总是毋通亲像遐个无仰望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毋尔搁活，上时应允，咱若伫伊内面，也要甲伊同齐搁活。这款搁活的仰望，会通帮助咱赢过死亡的悲伤，甚至将死亡的悲伤转变成做生命的欢喜。已经死去的信徒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困去，若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困去的人有福气，因为耶稣已经将死来废无，通过福音将未会败坏的生命来显明。伫耶稣基督内面困去的人，死亡毋是伊生命的终点，因为有一天伊的确要搁活，亲像困去的人有一天会通搁再精神。但如果咱也知咱所听的亲人是伫耶稣基督这个灵魂的大牧者的怀抱内面在困，因的身躯要伫伊搁活的大关联中间得到变化，那安尼死亡对咱来讲，就是毋是一件敢若会通带来忧伤的代志，甚至毋是一件通惊吓的代志。亲爱的姊妹，你是毋是因为你毋知你死去的亲人去担落，你感觉得忧伤？耶稣所讲的比喻，耶撒罗死了后，互天使拖去到伫亚伯拉罕的怀抱。咱会通顺这个比喻来去想象，咱所听的亲人，伊死了后安息伫耶稣基督的怀抱内底，拄拄亲像一只羊安息伫牧者的怀抱内底，伫遐伫困。撒迦利尼迦的信徒并无犹豫耶稣基督的搁活。总是因想要进一步来了解，当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遐已经困去的信徒因会安怎？因是毋是有机会会通甲耶稣基督同齐进入荣耀？保罗先生对伊安尼回答讲：咱若信耶稣有死有搁活，就伫耶稣内面困去的人，上帝也要安尼带因甲耶稣相合来。遐凭着信心接受耶稣的人。接受洗礼的人是受洗归伫耶稣基督，是受洗归伫伊的死。
若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死去的人，也要甲耶稣基督同齐搁活。当基督搁再来的时阵，迄个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阿爸爸上帝，伊也要将遐个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困的人叫醒，甲耶稣基督同齐来出现。所以保罗先生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讲，毋免烦恼，遐已经困去的信徒，因会错失上帝的荣耀。因为遮已经死去的信徒，甚至会比抑个活着的信徒更较大声经验着耶稣基督搁活的权能，甲伊的荣耀。所有人会通搁活，总是大家是照伊的顺序。当耶稣基督伫荣耀中搁再来的时阵，遐伫耶稣基督内面困去的人，要大声搁活。若是遐活着的信徒，因要同齐受提、被提，伫坟中甲主相见。被提，咱的台语该翻做是被接纳。被提的意思是讲，你对地面上瞬间被提升到伫天顶。伫圣经中间有记载几啊解被提这款的代志。当国外主耶稣基督吩咐所有门生，顶着往普天的传福音了后，耶稣受提到伫天顶，有魂来接伊。这学生目睭往天在看耶稣，忽然间有两个穿白衫的人徛伫边仔，安尼讲：“恁啥事在看天啊？”迄个耶稣伫别恁受接到伫天顶，恁看伊安怎上天，伊也要照安尼来。我来到伫美国，我介欢喜做一项代志，就是常常夜头看天顶的云。美国的云实在讲真水。我想，咱每一人，包括我在内，咱袂通亲像当日的门徒，看起一蕊的云彩，将耶稣接上天。总是拍算，咱检查有机会，会通伫云彩中间看起耶稣基督显现。伫初代教会中间被提上天的，毋然是耶稣。《使徒行传》第8章记载，有一人伊叫做腓力。腓力传福音，互以所庇亚的一个太监，上时为着伊行洗礼。当腓力伫水内行起来时阵，上帝的神就将腓力提起。使徒保罗也描写伊被提上天这款的经验。伫哥林多后书12章第20到第40，伊安尼讲：我捌一个人，伊是踮伫基督内面。14年前，伊被提到伫第3站天。迄只是伫身躯内面，我毋知；迄只伫身躯外面，我毋知。总是上帝知。我被提到伫龙园，我听起迄个温捌的言语，就是人所袂通讲的言语。保罗先生伊本身原本是迫害基督徒，总是拄着国外的主，互伊的性命180度的改变。上时伊阁有去经验被提到伫第3站天，到伫龙园这款的经验，所以得到宝贵的启示。伊教导咱一个奥妙，伊讲我无爱你毋知这个奥妙，因为这个奥妙对你来讲太重要。当基督搁再来的时阵，遐伫耶稣基督内面的人，无论是死去的，无论是抑活的，因迄个原本属土、迄个卑贱肉体的身躯，要改变，要变化，要甲耶稣基督荣耀的身躯相亲像，而且同齐被提来上天。拄拄亲像约翰福音书内面所讲的，亲爱兄弟啊，咱现主时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安怎也未显明，总是咱知。主若显现，咱的确要亲像伊，因为要得到看到伊的真体。搁我的主，互咱一个宝贵的应允，是讲咱的确要看到伊真实的本体。当咱看到伊真实的本体时阵，咱也要甲伊亲像、相亲像。咱原本这个属地土、卑贱的败坏的身躯，原本是注定着待伫土里，着坠落伫土里内面，着尘埃归伫尘埃，土归伫土。总是当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的身躯，咱的身躯要得到变化，要转变成做属天的身躯、荣耀身躯，上时被提上天。当基督搁再来的时阵，
已经死去的信徒，因得到变化，被提上天。那遐活着的信徒，因也要伫一个瞬间、10000年久中间，来经验着死亡甲搁活的过程。就是奥古斯丁对着这段经文，伊所做的注解，伊讲当主搁再来的时阵，遐个活着的人，因伫瞬间中间，伫10000年久中间，来经历伫死亡，上时来接受未朽烂的生命。当基督搁再来，已经死去的信徒，甲着抑个低地的信徒，要同齐被提，对地面上被提到伫空中，甲主相拄。特别是伫魂中拄着咱的主，魂是上帝荣耀显现的所在。当以色列百姓出来急伫旷野在漂流的时阵，上帝是用火条甲魂条来带领因。以色列人知上帝伫魂条中间。当上帝甲以色列百姓要入的时阵，对摩西讲：看，我要伫魂的中间临到伫你，互百姓听去。我甲你所讲的话，通相信你。咱的主耶稣基督一届到伫山顶，摩西代表律法的摩西，甲代表先知的以利亚来甲伊同齐讲话，伊的外貌就开始变化。忽然间有魂来答应，就是答着耶稣、摩西甲着以利亚。个魂中间有声音出讲：这个是我所听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听伊。魂是上帝荣耀显现的所在，所以咱就常常举咱的头看天顶的云彩，检彩咱会通看到上帝荣耀。当基督搁再来的时阵，信徒同齐被提到伫魂里，伫魂中甲主相拄。迄个时阵，毋也是魂，上是有声，有3种的声：嗷叫的声、扫角的声、大天使的声。搁我的主基督要用伊官兵的声来呼召伊的信徒，亲像伊伫列撒路梦的外面呼叫讲：列撒路出来！伊也要安尼呼叫今仔属于伊的信徒，今仔伫梦里咧，拢要听起的声。主讲：我的羊认得我的声。耶稣若是咱灵魂的大牧者，当伊呼叫咱的时阵，咱会通认得伊的声。但除了主呼叫的声以外，阁有扫角的声。扫角的声是咧宣布每一个伟大也是特殊的人降临伫中间，临到伫中间。当上帝甲以色列百姓伫西奈山立约的时阵，迄个扫角的声愈笨愈悬，咧宣告上帝临到伫因中间。亲像安尼，扫角的声要来响起，要宣布耶稣基督搁再来。所以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第15章安尼讲：末期扫角答的时阵，死人就要搁活，要变成做未朽烂的，咱也拢要变化，咱也拢要变化。死亡是恬静无声，总是这个扫角的声要拍破死亡迄个恬静的无声，要宣告耶稣基督的搁活甲伊的德性，搁活的生命。要吞灭死亡，死亡是最后的对敌。除了扫角的声，还阁有大天使的声。这位大天使要召集所有的正天使，形成一队的天军，要护送耶稣基督甲属伫伊的信徒，经过空中掌权者的任务，平安到伫天顶。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保罗讲。咱所相信的是迄个，互无会通变做有，互死人会通搁活的上帝。如果咱若相信上帝是一个创造者，是对无会通造有的上帝，伫这个瞬间中间，伊用伊权能的话，伊讲要有光就有光，用伊的话来创造天地，对无的中间呼召出万物。那呢，咱就相信迄个会通救赎咱的主上帝。伊会通用伊权能的话呼叫伊所竞选的人对死来搁活，这是上帝对着咱的应允。伫耶稣基督内面困去的人，也要伫耶稣基督内面来搁活。亲爱兄弟姊妹，你讲你相信上帝，
你有相信上帝予你这个应允无？亲爱的姊妹，咱拢知死亡不是偶然，死亡是一个必然。罪的工价是死，照着所注定的，人人拢有一摆死，上时死了后有审判。死亡是咱每一个有罪的生命早晚拢爱面对的一个事实。死亡会通带来予咱生命大的忧伤，就是当咱要知影死亡的必然性的时阵，咱嘛会通相信搁活的可能性。迄个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困去的人，实在是福气，因为因有搁活的愿望，因为因要经历搁活的欢喜。这个搁活的愿望会通帮助咱赢过对死亡的惊吓，这个搁活的欢喜会通医治咱死亡的忧伤。伫英国，这个温莎堡附近有一个古早的墓园，其中有一个墓碑顶悬有一个碑文，刻安尼，伊安尼写，伊讲：亲爱的朋友，当你经过这个所在时阵，请会记住，你的现在就是我的过去，我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所以请你好好准备死亡，然后对我行。后来有一个游客伫这个碑文下面改写一句：我无打算要对你行，除非我知你要去倒。亲爱的姊妹，咱是有福气的，咱无需要跟对咱所毋捌的人来行，毋捌的死人来行，咱会通跟对迄个对死搁活耶稣基督来行，跟对耶稣基督行，咱若惊忝，会通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休困。咱若行完咱这个世间的路站，咱会通伫耶稣基督的怀抱内底来得到安息，而且介宝贵的，就是咱会通伫伊搁活的权能中间得到变化。时若到，伊要叫醒咱，伊要提咱到伫坟中，甲伊相去，请咱同心来祈祷。活人甲死人的主上帝。阮现主时有活命，总是阮知有一天阮会死。阮已经经验过阮的亲人的死亡带来的悲伤，总是阮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大权能，互阮的主耶稣基督第十日有死，第三日有对死搁活，完成你为着阮所备办救赎的道路。互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毋仅是罪会通得到赦免，也要伫耶稣基督内面经历死甲搁活。你互阮毋是孤单来死，是死伫耶稣基督内面。你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搁活，阮的灵魂体，拢要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顶头生，成做新创造的人。你想说，互的救恩是遮尔大、遮尔深、遮尔奥妙，有的时阵，阮学得了解。求你找你的保惠师圣神，就是真理的圣神，来引带阮真实明白。毋仅是阮的头壳了解，上时阮亲自来经验。阮要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互你。当阮的纪念已经离开阮的亲人朋友。希望阮的心悲伤，总是阮毋是悲伤到伫失望，甚至到伫绝望。阮是伫悲伤中间，犹原有愿望。愿望时若到，阮要伫坟中甲阮的主耶稣基督相去，阮也要甲阮所疼的亲人相去。互阮存即款的愿望来看天顶的云彩，互阮存即款的愿望来跟对。阮的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只有基督使我毋茫，罪我甘愿开那时光。最初甲酒艰苦酒破，予我也过风台苦花，
平安听道，结清结关，无辜行了，无辜爱我，最愿为万行运动，我大家在地主听到。只有祈祷，最人出世，完全的心愿最容易。公义遐谈，你好礼物，伊要求的人叫表示。依靠耶稣是你心计，上帝下罪，完全无敌。因为伊担当隆重罪过，基督是施救我当我。伊打倒伫阮梦内面，黑暗也过世间光明。总是有天来临，主对阮报告我的声，伊打开你的更香味，最后交托。基督的不会收回我，生命是手，是心免惊，基督观念打点伫我，对我出世地高长开，耶稣将我一生扶持。一个